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6月30日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昨暗高雄綠地中山路一台轎車弄死2個奧多拜的駕駛，警方表示講，這個轎車的司機無啉酒，嘛無食毒，車禍原因還佫調查。政務委員兼總談判代表楊定年涉一場霸凌，互停職處分。楊定年是發聲明表示講，無排除透過法律來解決。開500億全長14外公里，有12個車頭的3英線，今仔正式通車。下晡2點，發頭房車嘛展開2個月免費的試營運。來看昨暗高雄綠地中山路有一台轎車無減速，向是對中線切到邊仔奧多拜的車道，去弄到2台奧多拜，2個奧多拜駕駛攏不幸往生。警方是表示講，這轎車的駕駛是無食酒嘛無食毒，車禍原因還佫調查。也未看到車，就先聽到插耳的大動啊聲。紅色的轎車速度真緊，才拄過12路口，規台車若像失去控制，對內線衝出來，弄到路邊共向的2台奧多拜。徛佇路邊的3個人聽到聲，挖頭一看起卡就攏。這是高雄路這個中山路，29暗時7點外發生死亡車禍。附近民眾講，因聽到聲出來看，騎奧多拜的2個人都已經倒佇咧塗骹。我就聽到嘣一聲，就好像車子有可能撞到的聲音這樣子，然後就看到白煙，整個都冒白煙。他已經失控了，然後往那個高新醫院那方向撞過去，可能先撞到一台摩托車啊，然後再撞到另外一台，再殺進去那個機車行的停車場這樣。跳水紅色轎車弄到2台奧多拜了後，佫弄到路邊店家的車才停落來，規個車頭攏已經密密麻麻。事故現場的塗骹4個攏是車殼的碎片。警方表示，初步排除食酒食毒賽車。24歲姓何的駕駛講，伊賽車載太太甲也要盜坐查某囝來到車，車怪怪失去控制才會弄到人。不只個騎車姓潘的外籍移工，甲姓李的查某人佇咧送機急救了後，攏救無轉來。經警方實施檢測，河南無酒精反應。毒品唾液試劑亦呈陰性反應，另2名駕駛檢驗中，詳細肇事原因待進一步調查釐清。警方表示，這場車禍造成2人死亡，3個人輕傷。肇事駕駛講，家己車速大約80左右，不過這條中山路限速是60，到底是超速失去控制造成事故，還是有其他原因？警方嘛等咧釐清。記者柯家做區條用高雄場報道。來看咱國內有廠商涉利用假造的文件出口美超微電腦公司有回答高階晶片的 AI 伺服器，賣到中國、香港甲澳門。有3個人已經被羈押禁見。家人地檢署暫時擱再發動第2波的調查，搜查美超微台灣分公司，閣有清雲科技、數豐電信、約談主管甲業務員計共6個人，先後有其中3個人嘛被聲押禁見。執法機關向走入來，大規模敲催美超微 Supermicro 佇咧台灣的分公司，還有2間上櫃公司清雲科技、時豐電信，攏佇咧調查範圍。檢方深入追查這個案件。劉姓、王姓及陳姓等3名國人，以不實文件資料申報出口高階 AI 伺服器至中港澳地區案，經溯源偵查，發現國內科技大廠不肖員工勾串從事高階伺服器出口。在佇咧5月底頭1波行動，檢方發現有國內廠商無咧關美國出口管制措施，甲美超微買有價回答高階晶片的 AI 服務器，涉嫌以不實的文件來申報，非法賣去中國、香港、澳門。已經有3個人被羈押禁見，即馬專案擴大，檢方第2波敲催，29約談6個人，先後甲3個人聲押禁見。就王姓男子等6人住居所及所屬3家公司，總計12個點執行搜索，經本署漏夜偵訊後，認被告王姓男子等3人涉犯偽造文書、背信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密證之虞。原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涉案的2間上櫃公司，少年所發出重大信息，表示配合檢調單位的調查，對公司財務業務無重大影響。尤其中華電信的子公司時豐電信，閣講到公司做資料中心機房的服務業者，對客戶的設備無權力干涉，嘛甲客戶的行為無地帶。
他們的晶片跟 NVIDIA 確實還有一段距離，但是有拉近當中。但是如果說從整個成本效益來講，其實目前選擇輝達的機櫃確實是最好的選擇。專家就分析，甲中國家己做的晶片相比，輝達 AI 的算力效能也是有明顯的優勢，整體成本嘛較低。同時，伫咧晶片的冷卻發展，產生的效果更加好，才會予中國的市場上空上芳，用各種部署想要睇。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總統賴清德今仔親身出席主持三軍8校院的聯合畢業典禮，相對中共威脅的力頭是愈來愈大。總統嘛鼓勵國軍要愛有敵我意識，堅持中華民國甲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相無隸屬。這屆佫有來自咱友邦瓜地馬拉的畢業生。親身為畢業生授解握手送祝福，總統賴清德以三軍統帥身份第3擺主持三軍8校院聯合畢業典禮。畢業生互相鬥相共掛解，感情真好。才來自陸海空三軍官校、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空軍航空技術學院的官校畢業生，就要走向人生新的旅程。賴總統嘛，予官校畢業生3點的期待，包括愛有區別敵人的意識，也有無妥協的決心，甲守護台海和平。請各位同學務必建立清楚的敵我意識，反共產、反併吞，堅定民主自由的價值信念，堅持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追求和平，絕對不能夠以犧牲國家主權、沒收人民的民主自由為代價。賴總統強調，會繼續照顧國軍，提升待遇。過去10冬，政府已經4屆為國軍來加薪，嘛完成23項加級的調整，也閣拍拼推動國軍裝備汰換、舊宿舍改革。對着中國即馬佇咧東海、大海，也閣南海來做軍事，也閣普什地帶侵擾。賴總統表示，台灣會繼續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嘛甲民主友邦密切來合作。這屆畢業生都來自友邦瓜地馬拉的學生，向定民主友邦牽手維護區域和平穩定的決心。I can improve my Guatemala's naval situation and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improve our Taiwan and Guatemala relationships. 印象深刻的，那像在西人軍校來講，最讓我驚豔的是，每一個人他們都有自己的目標，他們會為了自己的目標然後去打拼。面對中國甲台海愈人愈緊張，這官校的畢業生經過軍校嚴格訓練、定道的磨練，正做守護國家安全、捍衛民主的政績。記者綜合報道。行政院提出2100億無人再雇採購特別條例草案，也毋過頂禮拜佇立法院會互納伯封殺咯。國民黨甲民眾黨今仔是開記者會來說明因黨團提出來的版本，攏強調講採購甲發展支出攏回歸年度的公務預算，也毋過民進黨團是指出講，若用年度預算來編列，會增加財政的負擔，嘛可能會去影響到社會福利等重要的預算。納伯聯手佇頂禮拜2來立法院議會通過行政院版本的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主張回歸年度預算，且閣雙雙提出家己的版本。國民黨版本是6黨上濟2400億的經費，明定國產化的比例。民眾黨的版本是叫做強化國防自主甲無人機產業發展條例，當中愛明確建立權責分工、制定監督機制，不過是無限制採購的經驗。在我們的條例裡面，我們設計了一個所謂的無人機產業發展戰略的特別的委員會來監管這個無人機的發展，它的開會啦，它的一些內容啦，它最後的案由議程跟決議的內容都可以這個定期的能夠公開，能夠招全民的公信啊。採購制度要回歸正常，不要再把特別預算當作提款機，這是整部法案裡面最重要的精神。要求所有申請政府補助及採購的業者都必須通過資安及供應鏈安全認證。如果有人提供假資料、偷用未認證零組件，不但撤銷資格、追回補助，而且還要重罰。國民黨版本強調，唔拿採購，包括租金減免等等的獎勵，攏要納入。今夜關過行政院版本的2100億，民進黨團衷心歡迎各版本提出來討論，不過也煩惱，若是列入年度預算，恐驚會造成敗退效應。你像社福的支出啊，這個是最大塊的哦，這個是這個27.4%，教育文化憲法也明文規定要高於15%，放到公務預算裡面去。請問你受排擠的是哪一個部分？你要去減少？
用年度預算的一個方式的話，這個會造成像現在一樣過度的政治上的一個攻防，不是不審，不是封殺，不然就是杯葛。李亞表示，特別條例就是考慮到規個國防的建軍有延續性，那也是重視年年審才是負責任，避免備案貪污的嫌疑。廠商唔只敢投資，那八版本甲行政院的版本，預計佇7月初3立法院議會會做伙復議處理。記者綜合報道。來看行政院的經貿辦公室前副總談判代表顏慧欣在省的時傳出受到霸凌，行政院委託外部調查，認定講政務委員兼總談判代表楊定年霸凌成立。行政院長杜英台昨日約見楊定年，決定講7月初開始停職。楊定年昨暗嘛發出5點的聲明，強調講這是未審審判，欠缺具體的事證，伊無排除要透過法律來解決。院長怎麼看楊真寧說他被未審先判，不排除採法律途徑？謝謝。行政院長杜英台離稿接見兼行政院經貿辦總談判代表的政委楊定年了後，決定自7月初1開始暫停楊定年的職務。這件代誌就是因為今年3月因為破病來過身，在生進前參與美國對等關稅談判，擔任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的顏慧欣，風聲講在生進前佇工會場去互霸凌，那講霸凌的風聲講就是楊定年。行政院委外調查了後，認定有2項行為構成工會場霸凌。楊慧欣是我們辦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們都很難過，而且在他生命之間，我們都有很好的互動。楊定年捌講，甲顏慧欣的互動真好。停職的消息傳出來了後，伊佇立稿暗時發表5點的聲明，包括調查過程欠正當程序，另外主管無法度採納當人的意見，袂當看作是霸凌，也閣未審審判，欠具體事證，無排除接落來會採取法律行動。嘛感謝中關經貿辦，也閣有相關的工作班一路以來陪伴甲協助。霸凌防治幾乎已經是跨黨派的社會共識，也會尊重他依法救濟的權利。整個社會期待的是一個不迴避、願意檢討跟改善的政府，尊重他的權益嘛。職場霸凌，其實我們的要求越來越嚴格，特別是長官對於下屬的霸凌，應該都要有一些的舉證，才有辦法去定罪，才有辦法去處理。未來才有可能來接任經貿辦總談判代表咧。外界推測，捌佇咧外交部處長任內兼任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的李純，也閣有實際參加 WTO 甲台美等等雙邊談判有實戰經驗的前經濟部處長陳正奇，攏是真適合的人選。行政院強調，即馬各項經貿工作攏做甲真順遂，無受到個案的影響。那台美經貿工作小組由原由副院長鄭麗君的調集，繼續推動台美經貿合作，也閣有談判工作。記者綜合報道。美國昨大起哦，其中費城半導體指數是起506點，起要4%。台指期夜盤嘛起805點哦，所以今仔台股一開盤就大起，盤中哦大起1637點，是史上起第3濟。收盤是起1126點，指數是46125點。台積電佇美國 ADR 總是大起超過5%，所以台股的台積電哦，今仔早盤上濟是起到2475塊，落尾是以2410塊收盤。其他的寬達股、聯發科、台達電、鴻海個股攏大起哦，今仔收盤的指數嘛徛穩46000點的關卡。來看新北捷運3英線，今仔正式通車咯，早起嘛舉行通車典禮。新北市長侯友宜是表示講，3英線是新北市頭一條家己起的中運量的捷運，全長哦有14.29公里，計共是有12個車頭。佇通車了後，3捷鶯歌往來新北市中心哦，會當來縮短20分鐘的空通勤時間。新北市民等待真久的捷運3英線總算通車，三陽地區通勤族未來上班上課會加足方便。各民眾特別做手提板慶祝3英線的第一抓。未來我們要從這邊到台北車站，不管是要搭台鐵也好、高鐵也好，從這邊去直接轉板南線，直通台北車站，大概快了，大概省了20分鐘的時間。像我們鶯歌這麼漂亮的美術館啊、桃城老街啊，各個特色都歡迎大家一起來玩。請啟動。
捷運3英線佇新北市長侯友宜甲行政院長杜榮台等中央地方首長共同見證之下正式通車。侯友宜表示，3英線是新北捷運主辦的第一個中運量捷運系統，全長14.29公里，有12個車站，路線為土城經過三峽到鶯歌，連接2個老街、新北美術館等觀光地點以外，閣通搬車。佇頂埔站會當搬板南線，鶯歌站會當搬台鐵。一個通車了後，3英地區去到雙北市中心會當省20分鐘。3線的通車，絕對會帶給三峽鶯歌，不管是產業、觀光、休閒，以及讓我們在通車的效率，在雙北可以省了20分鐘。在地方的努力跟中央的合作底下，我們看到一條又一條的路線，已經成為全國路網最大、最長，而且也應該是可以將來最密的地方。侯友宜強調，捷運3英線30下晡開始試營運到8月31日，開放民眾2月日免費坐車，透過實際載客進行壓力測試，收集民眾坐車的感受，針對回歸意見進行改善。記者綜合報道。開500億起10檔的3英線，今仔正式通車咯。新北捷運公司是嘛宣布講，未來展開2個月免錢的試營運咯。今仔解破新聞，咱就請蘇眉帶大家來了解，會當安怎來使用這條新的捷運的路線。是主播，這捷運3英線今仔日正式通車，若是對主體工程105年7月開工開始算，拄好是趕佇咧滿10檔進前通車。頭拄只下晡2點是已經開始試營運啊。未來這2個月試營運的期間到8月31日，逐工的早起10點一直到暗時的8點，只要你是摕電子票證的，就當免錢坐車。3英線全長是14.29公里，計共有12個站，伊是串聯土城、三峽到鶯歌3個大行政區。目前佇咧這次試營運的期間是規劃佇咧尖峰時間6分鐘一班車，離峰時間8分鐘一班。未來是5萬公會當拼到2分外鐘就發一班車，按算講，逐工的運量是會當達到4萬人次。也若是正式營運了後，大家就會關心講，這車錢的部分到底是安怎收？3英線要納入 T-Pass 基北北桃通勤月票的範圍，要規劃這上客的回歸，只要是用電子票證坐車，滿200塊就會當回歸50塊。過去這三峽甲鶯歌地區，因為是無捷運系統，大眾交通工具主要攏是靠公車。這陣3英線通車了後，咱若是對這路線圖來看，往土城頂埔的方向，就會當接到捷運板南線，往邦橋台北車頭上方到南港。也若是火車方面，是會當選擇佇咧鶯歌車頭搬車，是會當就北往台北，落南往桃園。也若是觀光的方面，較出名的景點，親像是對三峽站出來，就會當隨到三峽老街、清水祖師廟；也若是惠仔老街迄站，是會當串聯鶯歌老街、惠仔博物館等等。在生活機能的方面，台北大學這站是這條路線當中真重要的大站，5萬是會當協助學生通勤，也會當到文子公病院。也若是往桃園的方向，今年5月，中央是已經審議通過一條基本設計工程經費，按算講未來是要甲這3英線繼續通到桃園八德，甲台北甲桃園的捷運串聯起來。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聞，咱甲鏡頭交轉來互主播。感謝蘇眉哦，咱繼續來關心講，一定會曉亂咯。民間團體佮立委攏指出講，透過網絡圍堵，利用社群平台，同時軟體佮有線頂遊戲來發布毒品的信息，對兒少來講是造成誠大的威脅哦。行政院嘛提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修法，那認定講網絡毒品相關的資訊，平台業者得愛移除。司法部嘛強調講，網公會當來對源頭來防制毒品。你要開始曉大，青少年接觸網絡社群的時間會變多。民間團體表示，根據因的觀察，真濟少年人接觸毒品，並不是佇實際場所，攏是佇社群或者是網絡看到朋友分享的資訊，後來就正做食毒或者是賣毒品的人。許多的孩子並不是主動去找毒品，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同儕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響上，建立警政教育
社政以及數位主管機關的跨部會及時合作機制。拜二有民間團體甲立委開記者會，呼籲政府愛重視青少年接觸毒品的問題。立委指出，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2025年的世界毒品問題報告，2023年全球都超過3億人使用毒品，比10年前增加28%。而且，即馬傳播毒品攏會透過社群媒體和網絡，甚至用暗記的方式，避免互人發現。希望政府都要針對網絡的資訊有更加嚴格的限制，嘛就加強毒品防治教育。如果在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提到的是小姐，提到的是飲料，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你怎麼知道原來這個講的都是毒品？這個部分也是透過就是跟國健署的合作，那其實我們就是把這一些比較變形的關鍵字，運用一些 AI 的技術來去做一些掃描的專案。司法部指出，行政院目前正在推動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修法，其中就針對網絡毒品資訊的限制，希望會使對源頭防治毒品透過網絡繼續傳播。未來嘛建立跨部會合作，對預防到事後處理建立完整的配套措施。記者桂中林、曾俊佑台北報道。高雄關務署在採驗進口貨品的時，發現一台對德國進口暗影車，檢查後發現講伊扶手竟然有藏毒品 K 他命，對查嘛抓到3個越南移工組成的運毒集團。業務人員為車頂架底組裝式尼泊車的紙箱搬落來，予佇安全部的負責人簽收。不過，這台為德國寄來台灣，看起來真正常的尼泊車，說是運毒集團的運毒工具。因為他們是先照 X 光之後發現的，然後他通知我們過去，這樣戴安全帽的那個是主嫌，那個是收貨人員，他們都是一起的。關務署人員將紙箱拆開，為尼泊車的販手提出第3級毒品 K 他命，攏總1640公克，市值200多萬。通報檢警後，又閣將尼泊車裝倒去箱內，由警方追查，找到佇高雄湖內姓武的嫌犯、姓丁甲姓德的翁仔某。3個越南籍失聯移工組成的運毒集團。該集團由5姓嫌犯聯合境外共犯，並以一起在台灣幹大事為口號，拉攏陶姓及鄧姓2名夫妻檔嫌犯加入運毒，企圖利用新手爸媽的溫馨形象來降低執法機關的戒心。檢警上門抓到3個嫌犯，嫌犯甲境外人士合作，利用尼泊車為德國進口毒品，不過將其尾也是予相關單位看透。3個人妨依運輸毒品等罪嫌移送並起訴。檢警過來會繼續追查，敢有其他共犯甲上游集團。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南市林地中山路，昨暗有一間電動奧多擺行導火哦，加早是無人傷亡。同一條街今仔透早，閣有另外一間電動車行嘛閣導火，有一個員工哦，互救出來時，就已經無喘氣，嘛無心跳，送新台病院急救。小人說有電動車行導火，敢是甲前幾工附近的做大水有關係咧？目前是閣會調查。3更半暝，茫然散霧，佇台南林德交流道的這間電動車行，2到暗暝傳出火警，消防隊接報了，出動27車71人報水線搶救，當時疏開現場的住戶，圍棟樓啊9個大人4個囡仔，20分鐘了順利把火泡化，加載無人受傷。我們初步研判是由那個電動車的電池起火，那煙很大啦。那我們大概20幾分鐘的時間把人救下來，然後把火撲滅。初步了解，這間電動車行最近才拄着做大水，今麥閣傳出火警，敢是甲因水有關聯，閣需要調查。不過過無偌久，林德同一條街路，閣有一間電動車行嘛傳出火警，人走袂出來。警消到現場將受困者救出的時，已經無喘氣心跳，緊急送新台病院搶救。火調科人員當來現場了解狀況。沒有，這次沒有煙到了哈。可能係物件烏白黑啊，互電池壓縮掉吧，我猜測是安尼啊。經勘查以後，可以看到那邊有一些，包括鉛酸電池啦，可能還有一些鋰電池在充電。是不是起火原因跟這個有相關？還要進一步採證後再釐清。無半日就小連續2站電動車行火燒引起連傷，相關單位當來進一步深入了解起火原因。記者綜合報道。新竹縣政府頂禮拜落大雨的時，早起9點宣布講要授權各鄉鎮的首長，家己決定講看敢要停班停課。也毋過佇中晝又閣宣布講全新竹縣停班停課，政策亂七八糟，引起批評。
不放假輪兒戲，放不放假輪兒戲。發考核要求縣府對淹水事件提出檢討。頂禮拜五大雨水，新竹縣竹北地區嚴重淹水，甚至造成2死1失蹤的意外。東港早起9點，縣長游文科授權各鄉鎮市各級決定，敢需要停班停課。到11點55分，才積極宣布中晝過後，全新竹縣停班停課。抗議團隊批評縣府把責任撒給別人，再造成決策亂糟糟。頂着暴雨送孩子上學，趕去上班。楊文科縣長一直到早上的8點49分，才在臉書宣布我們授權各鄉鎮公所自行決定要不要停班停課。表面上是由各鄉鎮來做判斷，實際上是把責任推給別人。都已經把孩子送到學校，都已經上班了，才告訴大家說，各鄉鎮自行決定。那又或者是在11點55分才宣布說12點全縣停止上班上課。縣府回應拜五新竹縣雨水量無到停班停課的標準，但考慮到各地交通地形無同款，所以才授權各鄉鎮市家己決定。尾仔是考量大新竹共同生活區域，才去決定下晡全面停班停課。因那時候已經是上班通行時間，本縣累計雨量尚未達法定停班停課標準。縣府考量各鄉鎮交通跟地形狀況的不同，授權鄉鎮市公所依當地情況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停班停課。至中午11點左右，因為有部分公所已經決定下午停班停課，縣府跟市府聯繫後，跟新竹市政府聯繫後，考量大新竹市共同生活圈，共同決定自該日中午12點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課。縣府表示，這擺大雨水在短時間內落甲越緊越大，已經超過排水系統的功能，對民眾造成這麼大的無方便，確實真歹勢。所以全力救災以及做好災後復原，降低災害對民眾造成的影響。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葉落路有真儕學生去做線工找頭路。勞動部佇去年7月，葉落有專案勞檢模，大約是有2成5個公司違規，大部分攏是甲勞健保、工資閣有工時的問題。民間團體就呼籲政府應該就愛閣加強勞檢模。勞動部嘛表示講，7月會閣來推動專案的檢查。可能1到2週的時間才加保。那我是後來才發現說，那如果我就是一開始上班的那1到2週，如果有一些狀況的話，那是就沒有保障。唔少只分享伊做刷工，不過雇主勞健保投保刷延後要2禮拜，伊就驚若着傷權益無保障。有勞工團體認為這代志唔是特殊個案，真濟學生甲少年家頭一擺加入工課場，可能都會有勞動權益受侵害風險。尤其要曉熱，有真濟做刷工甲找頭路機會，所以勞團出面呼籲政府加強勞動檢查，保障勞權。我們可以看到，最低工資從去年勞動部3月公布去年1整年的勞動檢查結果，就有153件的違法，平均裁罰才2萬元。又或是我們看到去年勞動部7月公布的暑假勞檢的專案，違法率是24.89%。就是每4間就有1間是違法的。民團指出，目前違反商家工資法的裁罰金額受價，真濟雇主業者根本都無咧驚。民團呼籲政府嘛，要加強勞動檢查，提懸法則。政府嘛要推動勞動教育促進法，把勞動權益相關知識列入學校的課程。勞動教育不是一場宣傳而已，也不是要把法條塞進課本，而是能夠讓青少年真正在進入職場之前有最基本的指導。讓青少年知道工作可以學習責任，但不必須代表要忍受剝削。勞動部回應講，因大年10月攏會啟動工讀生甲部分公司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針對學生定定期的參與、零售等等行業加強檢查，調查雇主敢有照勞基法的規定來保障勞工的權益。記者郭正宏之講台北報道。今年開始咱國內要正式徵收碳費，環境部強調講，民國119年會當來減碳4500萬噸哦。也毋過，環保團體是指出講，咱國內企業提出的自主減量的計劃，有超過8成4的工廠哦，減碳的數量是攏無夠1成。環團嘛建議講，碳費的費率應該愛調懸，來增加企業減碳的動機。國內碳費要開始收錢咯，一般費率1噸300塊，多數企業若提出自主減量計劃，會使有100塊，甚至加過50的優惠費率。制度推動的過程中，企業希望較慢實施，環團是希望費率會當閣調懸。部長裴啟平早起佇論壇表示，推動的期間拄到美國提出巴黎協定甲2場的戰書，加在最後有照時間來行。我們遇到很大的逆風，再等等，再看看嘛，哈！我必須說，這當中由上而下的支持的力量是扮演一個很大的角色。
企業願意自主減碳，碳費就拍謝，毋過判斷檢視自主減量的計劃，認為透明度閣需要提升。像企業宣示用力量，毋過無細節甲路徑，而且超過8成的企業減的量嘛無法度互人滿意。其實有將近80%的企業，它的減量幅度是不足10%。20大裡面，其實找出了6間企業，它的這個減量的幅度甚至是低於5%的。目前碳費定價甲台灣小城韓國 CCC 總量管制甲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受邀請來台分享經驗的韓國專家指出，其實韓國面臨總量一開始定傷懸，害碳價落差影響減碳成效的問題。This demonstrates that allocation the allowances su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were too excessive compared to the company's demand. 韓國政府今年開始修正配額制度，要互碳費真實反映。國內環團指出，包括新加坡、日本攏已經提出要調懸碳費定價目標。國內嘛應該討論，認為甲匯率調懸會當幫助達成減碳的目標。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德國北部昨午當地青少年社會福利中心發生槍案，警方趕到現場的時，已經有5個人死亡，還有一個受傷的民眾送病院嘛救無回來，加強是有6個人死亡。警方後來是抓到2個嫌犯，初步了解，這件槍殺案可能是甲監護權的糾紛有關係。這個開槍的代誌，就佇咧德國漢堡西邊大概40公里，人口有5萬人的施塔德市，在地時間29中晝，一間青少年福利機構強傳出真濟槍聲。警方接到通報趕到位，發現建築物內底有真濟人死傷，隨封鎖規條街仔，了後發現所有的死者攏是這間機構的員工。Ganz furchtbar. Das tut mir sehr leid für alle, die da beteiligt sind, aber das ist einfach da. Wir sehen auch immer die Mütter mit den Kindern, die hier längs laufen. Und man weiß einfach so, dass das auch Leute sind, die das auch nötig haben, da zu leben. Das war ganz furchtbar, ja. 這間社福機構是專門臨時收容有心人，還有帶囡仔的少年媽媽。附近還有一間顧囡仔的中心，加一間小學。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個45歲德國的查甫人，有土耳其的背景，啊，不過無暴力的前科。伊佇咧犯案了後，甲另外一個查某人賽車就逃竄，啊，不過2個人真緊就警察抓起來。Der mutmaßliche Schütze ist bereits kurze Zeit nach der Tat festgenommen worden. 2 weitere Personen befinden sich in polizeilichen Maßnahmen. Das heißt also, sind bei der Polizei, werden vernommen und gegebenenfalls einer Spurensicherung unterzogen. 目前警方已經初步排除這個案件甲政治經濟有關係。顛倒是疑似開槍的這個查甫人是咧搶3個月大的查某囝的監護權。代志發生的同時，翁兒仔和伊的老母攏佇咧辦公室內底無受傷。這個槍殺的案件造成真濟人死傷。附近的居民迄暗攏來甲亡者點蠟燭哀悼。德國管槍的法規是真嚴格，會當講是歐洲上嚴格國家之一。像講這款大規模的槍殺的代誌，佇咧德國是真罕得看，而且是最近這幾檔上較嚴重的槍殺案之一。德國總理梅爾茨嘛表示，伊有驚到，嘛佇咧社群平台發文，甲受害者家屬慰問。公視新聞王祖美編譯。委內瑞拉大地震已經超過100多點鐘了，官方公布有1719個人罹難，5000多人受傷。昨暗晡是有人獲救出來。路透社是指出講，應該還有45000個人失聯。聯合國嘛預估死亡的人數可能上萬人。救援人員甲21歲少年家阿倫來維為後背仔趕出來，上救護車送病院。邊仔民眾甲救援隊是振奮歡呼。路透社報道指出，阿倫來維掉佇後背仔內底106點鐘，救援人員是開43點鐘，才為這棟崩起的大樓甲救出來。Pero yo estoy aquí y estoy presente es gracias a mi Dios. Él es el único que me sacó de allí y mandó a sus ángeles. ¿Quiénes son sus ángeles? Las personas que estuvieron allí pendientes de mi rescate. 時間一直在過，救出幸存者的機會是愈來愈少。當地互民眾登記的網站顯示，有原有45000多人是也無消息。聯合國官員對死傷的規模是不加悲觀。At least 2,500 structures affected. Most of which fully collapsed. So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at a number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one already reported. I can give you a proxy indicator. We are procur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greed with the authorities here, 10,000 body bags.
除了死傷者，幸存的人嘛無好過，真濟人家厝甲店頭攏佇大地震了後變做危樓，袂少人就近佇邊的空地搭布棚，毋過隨時會有地動尾，就算講困布棚也是有危險。公視新聞徐家人編譯。過來消息來看，宜蘭羅東的大壩花圳早起熊熊有上萬隻魚仔冰島，現場是個真臭。農水署是懷疑講有可能是排放化學藥劑造成的。也毋過環保局檢測發現講，水中的上素是真低哦，可能是造成魚仔死亡的原因。嘛懷疑講是甲溫度的變化上過緊有關係。羅東大壩案陣魚仔死規片，現場臭毛毛，和地方是有夠煩惱。把這個水的品質摕來檢驗，看有什麼化學藥品有應該有上萬、上千萬、上萬左右，下游更多了。里長趕緊通報公部門到水圳清死魚仔，莫互屍體繼續拖過圳尾。農水署到現場了解，初估現場死魚是破萬尾，懷疑是有人烏白排化學藥劑所造成的。應該是疑似有人偷排化學藥劑哦，是啊，因為它的量很大，而且它連垃圾魚都死掉了。有沒有農藥或什麼殘留的？要等農業處的他們動保所過來採檢魚屍，把魚屍帶回去檢驗才會知道。環保局到現場檢測，發現水質的酸鹼度正常，不過水中含氧量過低，懷疑就是魚仔大量死亡的主因。推測可能甲天氣溫度大變化有關係。後續嘛會將屍體送檢驗，確認敢是有農藥的殘留。沿着這個水體往上游去做巡查，那到上游都沒有看到有異常的水質排放的狀況。環保局表示，有派人到現場沿水道行去水頭巡查，目前無發現異常水質排放的狀況，初步排除是有人亂排污染造成的。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中大里有一條路今仔放棄哦，出現一個窟，附近民眾是真煩惱，講會影響到厝的地基。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講，初步判斷哦，是附近的建商工地地下室的凍土牆無做好，佮加上下面的自來水的管線破去，所以造成路基流失，已經要求建商停工了。起厝的工地邊仔，這條路逼一個坑有夠大坑。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82巷，30透早出現大面積道路挖坑的情形，自來水公司管線破去，外包的廠商趕到位來修理。在地里長就講，路前一天就出現細坑，毋過自來水公司和建商攏無通報，佮直接灌漿添斷去，一直到30透早逼甲遮大坑，才甲里長講，因為巷仔的道路較窪主體，附近的居民真煩惱地基的問題。因為很臨近我們這邊的關係啊，房子就有可能會塌陷或是傾斜，這樣對我們的結構就會有影響啊。對啊，那這樣子我們可能在這邊工作也會有危險啊。這幾天講你落雨吼，愛第一時間無來甲咱通知你辦公處，無通咱相關單位，我感覺安尼是真唔對。這個坑面積有13.5平米，深有1.8公尺。大里區公所研判，這個道路有2架自來水管斷去。加上建商工地佇咧挖地下室，凍土的牆無壩，這會造成大面積挖坑，毋過無擴大的記錄，暫時未探去附近的住戶。建商的地下室在抽水開挖，然後地下室的擋土設施的縫隙滲漏，以及這個地方有2個自來水管，4寸6寸的管斷裂，造成說整個大量的水從地下室那邊滲漏出去，造成這個大面積的掏空。到底是自來水管線的漏水，還是機器抽水造成那個土方的流失？這個部分還必須要那個自來水公司跟營造廠再釐清。自來水公司指控建商凍土的設施有問題，加上雨落幾若天，才會造成道路的地基流失，才會造成管線地條的損斷去，煞尾會甲建商求賠償。附近20外戶停水，嘛第30修理線，建商是無對外回應。不過，台中市府已勒令停工，請第三方公正單位來協助，來甲挖坑的原因釐清。記者綜合報道。頂禮拜大水後，農業部統計農損大約是有3億外。來看彰化的芭樂佮四季果是損失甲真嚴重。縣政府是強調講，會先來統計損失，再來向中央爭取現金的救助。
今禮拜果子園內底塗骹全部攏是時結果，農民趁這幾日好天，趕緊採收，會當挽偌濟算偌濟。這是因為頂禮拜風颱外圍環流加西南氣流影響，中華野象大水庫，未少果子園攏淹水。原本禮拜會當採收的時結果，嘛因為浸水敗緊，讓農民真無奈。連續一直下，土壤一直都沒有乾過，你看地上全部都是果。現在看到的上面的果，可能接下來1個禮拜到2個禮拜，可能會損失到7成到8成去了。因為植株泡水，它根部開始生病了，它就會一直陸續死亡這樣。除了是結果，中華溪州的芭樂嘛因為大水庫出現水傷，甚至當咧開的芭樂花嘛和大雨拍甲落了了，恐驚影響後一季的產量。浸水若嚴重，咱芭樂花籤會謝花啊了就落過去。會影響到咱下一季差不多中秋要收成的芭樂啦。啊，目前現部看是看袂出來這個芭樂落過的情形啦。從蔬菜花和花卉還有我們的果樹啦，我們大概初估是6000。番石榴我們本來預定是9月要頒評鑑，現在我們要延後到11月去了。我們擔心的是出來了之後的爛果，就是會比較嚴重這樣。官府表示，目前中央公告中華第一波災害現金救助品項有菜薽、花甲土豆，但是中華有未少果子樹嘛受損嚴重。官府提醒農民，若發現爛根、落花、落果等等的災損，一定要先翕相通報。官府會依照統計資料，再向中央爭取現金救助。記者楊淑成中華報道。來看2021年，南投的草屯發現有一款有毒的外來種海象芨，嘛已經探甲真嚴重了。2023年有調查有35000多隻。經過相關單位佮地方的民眾拍拼了，林保署南投分署嘛指出講，一個月調查數量剩50隻左右，所以清除的效果是真好。這是5年前海象芨上多的時陣，在草屯獵海象芨的畫面。當時這種外來種是找甲獵袂完。2023年調查上多的時陣有35000隻。林保署南投分署委託大學民間的協會，啊閣社區共同拍拼了。自最近的調查，才發現到54隻。這隻是全世界上大隻的象芨，因為伊活真久，生真濟，即馬對咱台灣的生態造成威脅。以上恐怖的所在，就是全身軀攏有毒，接觸到眼睛，然後是會疼痛。那如果是小貓小狗有誤食的現象，也可能會致死。居民的熱心通報，協助大家一起來根除海蟾蜍，創造世界的一個控制外來種的一個案例。農業保育署南投分署指出，海象芨原地生長在中南美洲，當年可能有人走私當作寵物來飼。東華大學的教授嘛講，海象芨一冬會生8000到35000粒卵，探種的速度真緊，一隻差不多1.5公斤重，嘛會食其他的細卡，對本土種造成威脅。雖然醫毒有效果，啊，不過咧海象芨的劑量又閣唔敢大意。今年的1到6月只發現54隻的成體，而且沒有幼體。這表示野外的族群量已經非常的少，它還是有些有那個卵，那它還是會成長，還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來維護這個生態環境。志剛表示，這是海象芨的聲音，希望大家有聽到這個聲音，會當鬥相報，還是鬥相掠海象芨，做伙維護台灣的生態環境。記者楊秀南台報道。南潭水庫是嘉義地區正重要的水庫之一咯。最近在環潭公路路邊，採一塊要懸要2公尺，頂頭閣有刻字的石碑。民眾業準講這是市政府新設的，也毋過市政府是表示講，這個石碑佔用着公共的空間，嘛無經過核准。公所已經有公告，也毋過無人來領，昨下晡已經處理掉咯。一個懸要2公尺，頂面閣有寫字的石碑，採佇咧南潭水庫環潭公路路邊轉彎的所在。一寡佇遮運動的民眾唔知影，閣以為是市政府來採的，要提醒大家愛注意交通。家己市政府澄清，經過確認，這個石碑無經過申請，所以有打公告，限期認領已讀。南潭景區是開放空間，那當然是不允許民眾設立私人的物品。那目前公告限期移除的時間已經到了，那市府近日將會請廠商移除。市政府表示，6月18日巡邏南潭水庫的時陣，就通報發現佇環潭公路2公里的所在有人採這塊石碑，一直到公告期限進前，攏無人來認領，現場嘛查無線索，所以29下晡的時陣，就派人進行拆除的工作。也意思講，人路過就念阿彌陀佛，人路過就念阿彌陀佛，安尼個。啊，那個大概2立方，就大概4噸。
七號強調，南潭水庫周邊是公共休閒空間，為了維持風景區的公共秩序甲整體環境，不管是甚麼原因，無事先經過核准而設置物件，都算是違法的行為，會依法來拆掉。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屏東的小琉球哦，歇熱遊客是愈來愈多，也毋過哦，有遊客翹倒來做出危險的行為，某遊客哦為着要看煙火，爬去魚港3層樓高的頂塔。屏東縣的海漁所是表示講，遊客若破壞到魚港的設備哦，相關是會罰50萬。油門吹落去，衝上架，當作家己像咧騎越野機車，甚至若騎若錄影，無佇安全帽。這是小琉球三龍宮邊仔的長樓梯，樓梯中的架正做民眾調整騎車技術的所在。魚港暗濛濛，風真透，所有民眾佇大福魚港為着要看煙火，直接爬去3樓高的頂塔。不過，這個行為毋若有安全疑慮，可能佫違法，互小琉球當地居民感覺反感。啊，這看人咧爬啦，還是講喺公路邊啊？係啊，可能有啉燒酒才會甲爬遐起去，行到遐敢若行點頭，較後尾就拗開啦。路草無熟，佫要騎緊，離巷仔口迄個你也知影，你也要弄出來，逐日就出車禍啦，啊來就救護車就安加叫安啦。居民的遮爾反感，就是遊客攏無遵守規矩，民眾衝上架的所在，就是三龍宮廟埕頭前的樓梯，徛佇頂懸對下骹看，上落架角度袂細，無細機橋倒擺跋倒，受傷會真嚴重。八港口咧引導漁船的頂塔，差不多有10公尺高，若摔落來，除了使用醫療資源之外，造成設備損害，佫要罰錢。攀爬轄區內漁港燈塔事件，以嚴重危害自身安全，倘造成公共設備損壞，將依漁港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行為人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款。熱人到啊，到小琉球觀光佚佗的遊客嘛愈來愈多。當地居民表示，未少民眾因為無照起工，常常攏會發生車禍。伊嘛呼籲，希望遊客會當遵守規矩，互相尊重，才會當算了歡喜安心。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日本伫2000年哦開放印度 IT 人才入境，東京的江戶川已經有一個印度社區，外界嘛叫做小印度。一開始哦，因為文化甲生活的關係是有正大的無共款，所以嘛產生未少的衝突。都有團體辦一寡文化交流的活動，互相來增加了解。雞心豆也就是雪蓮子、咖喱配煎餅，傳統的印度菜。頭家說是日本講甲真好，這間在東京印度餐廳，佫被當地傳統點心，除了印度人客以外，也未少日本人。SNS を見て、ちょっとディープなインド体験ができると思って、それで來てみました。來到東京的西葛西地區，走在路上可以看到不少外國人的面孔，而且走沒幾步路就有印度餐廳或者是印度雜貨店，因此這裡也被稱為日本的小印度。2000年為解決千禧年危機，日本政府優先開放印度 IT 人才入境，豆豆成做印度人社區。根據統計，到2025年底，住佇日本的印度人有59000人，其中差不多8000人住佇西葛西所在東京都江戶川區。雖然大部分是高收入族群，無帶來治安的問題，不過也因為文化差別引起未少衝突。インドのトラブルになるケースが多かった。それはインドの人が話し声がうるさかったり、日本の文化習慣を知らずにご家族のお子さんが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スクールに行っていじめになって引きこもりになって。不住在印度的進行，佇遮成立志願團體協助印度人融入日本生活、消除社會對因的歧見，同時辦交流活動，了解印度的飲食、服裝、宗教等文化。反倒但欠真濟日本人想要來了解。文化をお互い知らずに住み始めるので問題が起こ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て、少しでも文化を理解する、例えば日本の場合はそういう挨拶を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う少しのことで関係性は変わっていくかなと思います。部屋が足らないしとか、あともう市役所のこととかいろんなところで、何でも漢字で書い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のところが初めての方がいろいろ困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そのところがいろいろ助けてくれるの。面對無法度抵擋的全球化，離開故鄉的外國人安怎用字，本地人安怎接納，正處彼此攏需要學習的問題。公司國際記者日本報道。來關心天氣哦，今年的頂半年有8個風颱啊，氣象署嘛預估，刷來7月到12月應該會閣有3個到5個風颱有可能會影響台灣。嘛因為今年有性能現象，所以風颱強度嘛有可能會較強。黃色雨季收煞，7月開始就是風颱的季節咯。
氣象署表示，頂半年已經有8個風颱啊。氣象署嘛預測，過來7月到11月會影響台灣的風颱，可能也有3個到5個，是正常的數量。不過因為性形現象長咧發展，所以風颱形成了後，接近台灣進前，經過溫暖的海水的時間較長，所以有增懸的幾率，風颱的強度會較強。1到6月，我們已經有8個颱風形成。那這8個颱風呢，其實每個月都有颱風形成。1到6月颱風發展的一個狀況，也比氣候多出3點多個。我們都可以看到，接下來影響台灣的颱風可能比較高的幾率是3到5個左右，也是落在我們正常值的範圍之內。氣象署指出，目前咱附近有2個熱帶擾動正在發展，一個是在菲律賓附近，另外一個是在東太平洋，離台灣4000公里遠，暫時攏對台灣無直接的影響，閣愛觀察。未來這禮拜的天氣，氣象署講也攏是稍熱的好天，部分地區也有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拜三進前個禮拜過到了後，可能會落68雨。在西半部大概會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溫，當中深紅色跟紫色的區域就是不排除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出現，所以在大台北地區以及中南部的內陸地區，甚至花東縱谷，溫度上都是比較更高的狀態。台灣的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只是在禮拜2、禮拜3午後雷雨的區域會比較多。包括了中部以北地區，還有各地的山區，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雨出現。針對風颱，氣象署表示，自今年7月開始，嘛會針對6公尺懸的大雨來增加發布大雨警告，會透過手機仔的細胞廣播，提醒沿海的民眾，較莫佇海邊附近活動。記者郭玉記、謝桂玲台北報道。下半部的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6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華東地區上低28度，上懸31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